呢度係拉斯維加斯8911三 Zip Code。今日嚟睇一個新屋，2670尺，4間房，3個浴室。呢度呢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喺西南區，6分鐘車程呢就去到 Costco， 然之後隔一條街呢就去到 South Rainbow。South Rainbow 有第2個唐人街嘅稱號。出去食嘢啊、買嘢啊都非常之方便。咁呢個建商呢係包括埋裝修、家電器、窗簾，全部都係 move in ready 嘅。有4間房，3間喺樓上，有1間喺1樓。正門啊，走廊行入嚟呢度係一個 open area， 一個大嘅客廳。後院亦都非常之闊落。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130蚊1個月，而呢個管理費呢係已經包含埋上網費。呢度係正門入口嘅位置，旁邊係2個車位嘅車房。然之後呢度係1樓嘅房間。呢間屋非常之好啊！1樓同埋2樓嘅樓底呢都係有9尺嘅。過嚟側邊呢度係1樓嘅浴室，2樓樓梯一上嚟呢度呢，有一個大嘅客廳。主人房係同客房分開嘅，呢邊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浴室，同埋一個 walk-in closet。呢邊係 hallway bathroom， 呢度係一個客房，呢個客房係有個 walk-in closet 嘅。呢邊係第2間房。然之後洗衣房係喺2樓呢度嘅，相當之闊落，有好大嘅空間可以擺好多嘢。然之後仲有一個秘密嘅地方，就係呢度轉個彎，有一個嘅儲物室。如果你鍾意呢個 floor plan 嘅話，你歡迎隨時打俾我，我幫你爭取最優惠價。